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黃金海灣以南嘅單位設計。今次呢個兩房單位，主題係簡約溫暖風，整體用白色搭配燕麥色調。客廳將原有牆身拆走，再建造電視櫃，減少咗櫃體嘅壓迫感。廚房係開放式設計，與用餐區無縫連接。主人房嘅亮點係屏風櫃，搭配長虹玻璃同雲石展示台，顯得高雅有品味。屏風櫃同雙人床頭板及床頭櫃一體化，唔單止可以令房間動線更流暢，仲可以創造出休息區同獨立衣帽間，提供充足嘅收納空間，令生活更加有條理。另一間睡房採用咗系統收納設計，設計師根據空間形狀同大小，設計咗符合實際需求嘅收納方案，提升空間使用效率。書櫃、衣櫃、床頭櫃同睡眠區連成一體，動線更流暢，仲有設計感。木條子床架唔單止靚，仲有效擋住日光。浴室用咗米色雲石紋磚做牆身，搭配淺木質飾櫃，再加上黑鋼趟門月屏，帶出簡約高貴嘅時尚格調。通過精心細節設計，為你打造一個舒適、符合個人需要、高品質嘅居住環境。